美食可以吸引客人，但單靠好味未必可以令佢哋不斷再返嚟。令客人不停幫襯嘅關鍵係一個超越味覺享受嘅全方位獎賞體驗。Retail Arc 會員獎賞管理系統幫你間餐廳打造專屬嘅會員 App， 會員規則點定，獎賞點玩，通通由你話事，靈活設定，輕鬆提升顧客互動，幫你留住熟客。結合埋數碼營銷工具，例如推送電子 coupon、App 推送通知、介紹朋友賺獎賞，幫你吸新客、谷銷售，建立長遠顧客關係。但會員體驗唔只得獎賞，仲要夠方便。客人可以透過 App 叫外賣、自取或送餐都得，亦可以輕鬆訂台、取票攞位，一 App 搞掂，方便快捷。打造更全面優質嘅用餐體驗，回頭率自然就提升。Retail Arc 會員獎賞系統已經全面整合 POS、自助點餐機同埋 QR Code 點餐系統，令線上線下無縫連接，確保客人點落單都可以即時享受會員優惠，令用餐體驗更貼心、更方便。用 Retail Arc 後台管理系統，即時睇到會員消費數據同報表分析，精準部署個人化推廣策略，一 click 即刻出生日報表，直接發送生日優惠，輕鬆製造驚喜，客人自然再返嚟幫襯。即刻使用 Retail Arc 會員應用程式，一 App 幫你做晒吸客、留客同獎賞，打造前所未有嘅互動體驗，令顧客開心又投入，熟客變忠粉，令營業額日日有驚喜。